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台语的福音广播节目。我是喜乐，同款伫空中甲咱服务。咱伫这个完美美妙的单元，喜乐继续要来甲咱来思想最后一句。当然，咱同款要先来读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主耶稣教训咱的祈祷，也就是主祷文。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主耶稣讲，所以恁祈祷爱安尼讲：咱在天灵的爸，愿人都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灵，亲像行伫天灵。阮就用的啉食，今仔日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免了别人的罪，无互阮拄着试探，叫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拢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咱要来讲第13句，阿们。这个阿们的意思啊，就是讲我以上的祈祷祈求、感谢嘛好，拢是实实在在的。咱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实实在在的神。第一无不义，第一一出来都无虚假。主耶稣传福音的时阵，常常加强语气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迄就是阿们的意思。所以咱若听到基督徒咧讲阿们阿们，就是讲以上你的祝福，就照安尼实实在在临到我的身上。阿们，以上我的祈祷对神的这种心志，主耶稣神拢有看到，所以是实实在在的内心，实实在在的内在。我感觉有这个阿们来提醒真好。每一次咱的祈祷，拢会当伫最后来讲阿们，阿们，实实在在到这嘛是种暂停。咱的生活、动作、存留，拢伫神的手中。天父真神伫暗中甲咱察看，看咱的行为，嘛看咱的举止行动，嘛听到咱讲的话。所以天父真神伊是无所不在，嘛无所不知，更加是无所不能的神。会记这诗篇139篇真出名的诗歌讲我坐落，我起来，你就拢知影。你对真远的所在，就真知我的意念。我行路，我倒咧，你拢详细察看。你嘛深知影我一切所行。神啊，我指头的话，你无一句毋知的。你伫我的头前后壁围着我，按手伫我的身上。这款知识奇妙，是我袂通称量的；至高是我对袂着的。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称到天顶，你伫遐；我若伫阴间伫遐倒着，你嘛伫遐。我说书会当展开透早的石鼓，飞到海极处居住，就是伫遐。你的手嘛得较引带我，你的正手得较扶持我。我说书讲黑暗得较遮看我，周围的亮光得较遮做黑暗，暗暝嘛袂通遮蔽我，互我无见到你的面。黑夜既然要亲像白夜来发光发亮，黑夜甲光明伫你看都拢同款。所以咱对做事的人，这个诗歌来去思想，不管咱去到倒位，神都拢甲咱伫咧，拢伫咧遐。咱的心灵、咱的气氛，拢是神所甲咱做的。伫老母的腹肚中间，神就看到咱啊，所以咱才有机会来听到这个广播节目，来听到耶稣的信息。所以神是真正奇妙的，神的作为带领奇妙，是咱相信的人心所深知影的。所以咱的祈祷、咱的行达、咱的生活，一切拢是实实在在。既然实实在在，就无虚假；既然实实在在，就无白贼；既然实实在在，就毋敢夸口；既然实实在在，就毋敢碰风。希洛拄到一个足够碰风的人。哇！开嘴合嘴到，伊家己哇，人际偌好，外交偌好，哇！开嘴合嘴到讲伊的家庭，哇，伊的囝偌敖，一个月赚偌济，无毋对，这咱拢值得欣赏。但是宫中自有宫中手，一山关过一山势，所以咱袂使夸口一啦。有时听到这话，感觉替伊安尼真感觉见笑。咱会感觉讲，唯有伫神的面前，咱才会当实实在在讲话，
一寡碰风白菜的事，有的人已经讲习惯啦，所以习惯嘛，才做自然，就无实在。所以咱若倒转来神的话，主耶稣教导咱的祈祷，咱就会通搁再提醒家己，我即马所行所做，是毋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无论去到倒位，神拢伫咧遐，都是伫天顶，都是伫阴间，神嘛拢伫咧遐。你就是有食顾通飞，神嘛伫咧遐呢。所以咱对心内会通常常来提醒家己，求神监察咱的心，求神互咱知影咱的心思意念，嘛试炼咱知影咱心内底想啥物，甚至看咱心灵内面到底有这个恶也无。若有恶，就求主甲咱安尼消除，引导咱行伫永生的道路，安尼敢毋是真好吗？所以主耶稣教训咱祈祷，这个最后一句讲爱念阿们，就是互咱搁再一次提醒咱家己，咱是毋是实实在在对神讲话？咱若对神会当实实在在，咱对人嘛实实在在，咱是毋是当实实在在运用时间，找一寡时间来敬拜神、读圣经，找一寡时间来祈祷？咱是毋是实实在在来对待神所赏赐互咱的？摕一寡出来奉献，摕一寡出来帮助人？咱是毋是实实在在尊重主做大，毋敢夸口家己的智慧、学历、财产？实实在在拢是主互咱的赏赐，所以咱会通得对神来欢喜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也是喜乐伫广播网顶面甲咱来互相参考，或者是我个人的这个思考，当然拢伫圣经内面，咱拢会通来互相分享。愿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甲咱同在，愿主耶稣祝福咱大家平安，感谢咱大家来收听。